其實我喺畢業之前係冇做過任何同 fashion 有關嘅嘢。我只不過喺好多嘅唔同唱片公司度攞過經驗。其實我一直都以為我畢業嘅時候會係做啲同音樂真係純正同音樂有關嘅嘢。咁但係可能真係誤打誤撞嘅關係，就開始咗做一個 art director 嘅角色，去做咗第一隻做嘅唱片。跟住就覺得，咦，其實呢樣嘢係咪我識嘅呢？其實係咪我 handle 到嘅呢？咁就開始咗而家所有做緊嘅嘢啦，就係咁樣開始啦。我就咁講個例子，好似 Lady Gaga 咁、Madonna 咁樣，已經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其實根本音樂就係需要畫面嘅。咁你需要 visual 嘅時候，你當然需要 fashion 啦。fashion 就係根本係一個最直接嘅方式去俾人 visualize 到你嘅音樂。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可能喺香港比較少會有人可以會有人將呢兩樣嘢放到一樣咁大啦。因為其實佢喺我眼中呢兩樣嘢係平等嘅。咁我覺得我自己希望自己可以 achieve 到嘅係真係可以將兩樣嘢放到俾越多人睇就越好咯，俾人知道個重要性。其實我做咁多嘢嘅時候，我都係好想俾人更加尊重或者係 look up to fashion 同埋音樂呢個 industry 咯。呢個係我最想做嘅。可能個 execution 而家係我做緊個 project 啦，可能將來話唔定可能開一個鋪頭，開一條 line，it could be 可能開一個音樂嘅平台，可以去俾人知道其實我唔係靠我一個人嘅力量，係靠一班人嘅力量去 educate 大家。其實呢一個可能係一個啱嘅 way 嚟㗎。我啱啱開咗個音樂平台啦，叫 18 Lohan Live 啦。咁呢一個形式咧，其實好簡單，就係揾好多唔同香港嘅歌手啦，一啲我覺得係真係唱歌有料到嘅歌手啦，而去做一啲好簡單嘅一條片，而個形式咧係冇任何 fancy 嘅 editing， 冇任何 fancy 嘅衫，冇任何 fancy 嘅景，冇任何 fancy 嘅造型，所有嘢，而就係好簡單，一支吉他加一個歌手，可能一個鋼琴加一個歌手，或者一個非洲鼓，就咁坐喺一個地方度，就咁喺度唱一隻有 groove 嘅歌。點解要揀有 groove 嘅歌？係因為我覺得香港係太多情歌，多到係大家都唔記得咗香港人其實係可以唱翻啲有 groove 嘅嘢嘅。咁而我覺得groove 同一個歌手真正有呢個歌手心底裏一定係有 groove 嘅。咁我就想 pull off 呢樣嘢出嚟俾多啲人睇到，同埋香港可能比較少平台可以比較睇到香港嘅歌手嘅一啲 work 啦。咁所以我就想喺呢個平台度做到啦。咁同埋其實而家發展緊就係揾好多唔同嘅歌手啦。但係其實之後係想發展到可能一啲喺可能香港有時喺時代廣場喺呢一啲街頭賣唱係真係好勁嘅人咧，我希望佢哋都可以上到嚟呢度做，即係俾到 perform 到俾大家睇。其實呢個其實係過下人自己，因為真係好想俾更多人睇到，相信香港人嘅能力，所以先開始做呢樣嘢咯。